台灣歷史博物館新年館長8月3號交接典禮，文化部長李婉親自南下擔任監校，會中部長先宣達新年館長賈淑燕的報答命令，隨後對原館長張榮志手中接下印信，在文化藝文等各界貴賓的見證，正式宣誓就任，場面盛大。看向前方的攝影師啊，也請我們各位以熱烈的掌聲。它是一個能夠把很艱深的歷史化成一個殘民的語言，來讓大家看得懂的。那這次的展覽全部都是看起來非常容易懂，而且是很能夠吸引別人的。那我今天站在這邊，其實我覺得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匯聚整個台灣歷史的起點的一個地方。來到台南，不只有一個館舍，而是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館舍能夠非常有驕傲的、有光榮的呈現給所有的人的面前，這也是我們另一類的觀光。賈淑燕對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期間，就擔任研究人員，一路陪伴見證博物館成為認識台灣的重要窗口。這回責任要讓國際看見台灣在世界地圖上的主體性。我們完成一個更大、更寬敞的庫房，可以收容更多跟台灣有關的文物。那希望在這個2期的計劃的這個支持下，台史博能夠從大家的博物館，然後變成世界的台史博。這個大概是我們整個我就任之後推動了2期計劃最重要的目標。目前，台灣歷史博物館正面臨日益擴建的重要時刻，在政府民間全力協助，都要成為大家博物館，也是世界台灣歷史博物館。台南新聞軍旗採訪報道。